哈哈哈！好一派美景也。正月佳会不夜天，月比夜色同有喜开颜。想起去年今宵自此他送无人从西京城，两位名外楼家，这正是正月上元9月。来，大家饮酒赏月啊！一比六比，真先请你们一杯。谢万岁。两位比，盛开隆重天中圣元宽今天，那位先生小太子与风味。两位 A、B 作者作尽前上之美德，谈事是真理也就不贼多也。臣令去广陵爬江第4年了。遵旨。乘风得意恩前从，梅花吐色一点红。天降紫薇接送后，册封朝阳张真公。谢主隆恩，两位 A、B 平身。哎呦，娘娘！哎呦 ，A、B 娘 ，A、B 你怎么了？上次腹痛难忍呐，想必是要分娩了。陪朕亲自母亲拜见我臣。
家女成功，谢万岁。情情念念进宫去，等死我独护尊丧，恩强。相爱家书曾从参军娘，天生丽质雅出房，十字旁出凤凰儿临山河，与才子要非正冲心意郎，他杀生下王太子。凤凰顷刻变高粱，他杀生下王太子，我千恩万宠一担上，他杀生下王太子，我一生全归父王娘，他杀生下王太子，我此生听不好下场，越思越心越急。万岁安心去了，明日今夜之时去找困难李娘娘。好啊，姐姐忠心应相帮。娘娘，那你要成功，啥是生下太子，只怕怎么样？只怕对娘娘不利呀！奴才，哎呀，奴才给当，奴才给当，娘娘奴才一片忠心，都是为娘娘着想啊，娘娘。你起来讲。是，娘娘，有道是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造谣。娘娘在奴婢恩宠十三，才有用武之处，赴汤蹈火，判死不知。有两策。
娘娘，要非杀生下太子，就勒死他，此生是故死退不脱。杀得察觉，是何得了？这个哦，原来是外邦进宫来的金丝狸嘛！原来是这个错事。哎，娘娘有了，什么有了？奴婢想出了一个调包子计。调包子计？是啊，娘，金丝不包，金丝毛，不去是生非生相挂腰，要非杀生小孽种，就将这不必礼貌去调包，人生把你总来抛弃，那要非触犯龙天命难保。果算妙计，可是就何曾去调包呢？娘娘，哎，可命聪明伶俐的口子去调包啊！娘娘，夜深风大，快请为公安歇吧。寇姑娘自混自暖，对娘娘体贴着的，真是一位好姑娘啊！哎，是啊，就有福的要疼他了。哎呀，娘娘素来恩待奴婢，是吾娘娘理所当然。此次我要你往东，我虽往东，命你往西；我虽往西，要你参杂，不要你同你。我虽站着不动，不离主意，是吾娘娘好。眼下去遇见他是要命你去判，奴婢冤枉，你请前来。哎，风言有事来轰地，吓得魁子冷欢。天大的事儿真看，金太亮难杀身。娘娘，可知你有听话，事成之后听雨从上。娘娘这啥不依从，要你一死。还不快去准备早餐，谁爱将同往若成功？还不快去！是。灰姑娘，去吧，去吧。你一片忠心，哀家绝不亏待于你。速速召集营子，定要一举成功。是。
快去恭贺万岁驾到。是。剩下了是不是一个人子跟我去说？而已，快去，快去呀！万岁驾到！娘娘，快去，快去呀！爱妃，你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李爱妃生下了吧？生下了。是龙是凤？可惜非龙非凤，那是什么？谁知道嘞？像是万岁，龙！哎呀！一见花开问他。难道是天将要传兄长？难道是曹家一马要断根？下此小事与小，怕只怕怎么样？要么乱世江山倾死啊！爱妃年来的心，怎见做了糊涂臣？今日莫把要妃子大宋江山到后尘，来，选要妃。
拜见万岁。前程，一夫等能参下妖孽，也何颜面我崔四嫂？万岁，来，将这妖兵赐以死意。万岁，清风貌似最登场，娘娘子言得闻他成婚是否不知道，所谓忠心的皇恩高，举办随他开隆恩，寿司堂万岁开恩，万岁开恩。万岁！臣妾对胆把他保，弟弟才中谁该死？念他为人上儿逃，与我心痛是作样望去万岁。将他上，总要万岁开恩，万岁开恩。好，一群守贼，将这前程当成人工。万岁，谢万岁，娘娘，万岁息怒，总要保重龙体要紧。前程丝毫走心，你何苦要保他？万岁，曾经这方才明白，二婢是为他言他得的娘娘啊！万岁，二婢听奉。万岁。吩咐一位曹娘吩咐。愿陛下万岁，盼万岁。恳见皇后娘娘千岁。恳见皇后娘娘千岁。应声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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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草自根好红嘞，孩子啊，谁叫你推身的王家，一成娘胎便有才，我有心将你娶，娘你怎能为我啥是强烈，心难爱理太亏，孩子啊，事到临头只爱谁啊？那边有人来了。你切莫啼哭要人呢，曾令公子做水城，暖情共去送公平，传闻乐队才要明，人言蜚语曾难信。是哪个公子与我出来？原来是陈公公，奴婢这厢有礼了。徐公子，你生才死之人，我是来这里玩耍的。开子切莫团玩，你受娘娘之大。哎，去吧。哎呀，是啊，人人都说陈公公是个忠为神之之身，今日何不求救于他？公公请转，公公请转。何事？公公，这你不肯说，那我走了。公公，哎呀，公公，救命啊！求人之命，公公啊，可怜李娘娘生下一子范兆业，事情太子命才当息。此话怎讲？只有李娘娘真夺正宫于国外设下毒计，用礼貌问出太子。命魁之心来讨着朕，如何自太子在哪里？太子在哪里？太子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公公，请
了陈母才，一层娘腿变遭罪，曾经梦里惊我才。公公，快去太子啊！终于是谁？快去太子，万事不知。好。带了太子去见谁？都是公公。公公，你怎么不追了？莫非你变卦了？夏令妃心里真公权也当朝，寡凶残多疑，耳目中毒，啥事也是见不到万岁。这太子他，你过3条性命，岂非一起断送？这个，哎呀，公公啊，魁子死不足惜，总要救救太子才好。想你进宫不惧，厉害不知，咱家皇家多疑，困境这深宫才哦，莫让文武层层侍卫，你我那小小女子是何管的？实在是飞蛾扑火，怕送死啊！是嘞，你是不想娶太子了？我真理，你枉为堂堂内之人，身为牛得要不平，先怕内怕不，这怕因不少事身。太子无早不应你见死不惧，心无声总以为忠良能居太子你，有谁知乱枪灭亡化成冰。太子恭敬生生难用力，哦，随滚滚彩我生不能救你，愿同死，愿与你同葬于所，挂着冤冤疼，出生我地狱门。开公分，开公
眼睁睁传送两条命眼泪群才心有愧，我身为三公从今，不是看子小功臣。太皇上昏庸不能守自节，他封江山一旦情，我曾以两台中央宝塔府，随王我一当群去王城，我只为财经恭维前不顾，我怎能尊亲贵报私生？我只为见死不屈皇太子，我真为做一个前不受此的冤才生，举去乔王必为真，就听你见我心。为报他父亲去的，曾令我拼一生，要去太子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。公公，不知时候搭救太子。快子有样，快把综合调换。哎呀，公公，为了张儿之恐被人识破，不是将太子放在公公合作。总还密不通风，快门外了太子。我事有安排，公公快将果品倒了。果品不用倒掉，何总事有奇怪。是此正好，公公快召集而已。小魁子，快把婴儿放在果品上而中。我曾令此生之事要将太子举成功，举成功。公公，不知将太子送往何处？送往了秦公卿8年王娘，才与太子长大，可以以娘娘报仇。好主意！哎呀，公公，他们是能随他之丈人呢？魁子立刻大家等于万岁御笔望风，无曾归开。好啊，此次公公请前面无成。公公快追，快追！陈公公
请慢走。哦，原来是瓜公公。请问刚才是你一人才吃，一人才吃，可曾见过口子？未见口子。你随风丈何，意欲何往？奉子权能请功于八爷王做事，何种无法？死心孤僻。慢！莫下朝阳公自报色情，请你当客状何？款款可有疙瘩？不可也怕。刘王儿一子，万岁爷王凤。慢！前宫娘娘，放口出宫。皇命在身，少赔了。正宫娘娘驾到。拜见正宫娘娘，平身。谢娘娘。陈公公，你哪里去？奉子却八爷王做事，一路之上可曾见到口子？未见口子。何种何法？是些孤僻，苦于疙瘩，贫富疙瘩。你且去吧。是。娘娘，是在奴婢传旨查困丈何，他竟不肯配合，根本不把你正宫娘娘放在眼里。贼宣成立。是。娘娘有旨，曾令儿子监驾。曾令儿子监驾，娘娘千岁。你一路之上可曾见到口子？未见口子。何种何法？是些孤僻，苦于疙瘩，贫富疙瘩。当真孤存，去吧。是。娘娘，看他匆匆而去，莫非其中有藏？贼宣成立。是。待娘娘有旨，曾令3次监驾。曾令那子。
见下。爱女须真情，曾令三次结家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，曾令。他身为了御兵王府，既有御兵王府，中庭是贵从之分，哀家当要见识见识。奴婢已经的话，综合里不过是一些私情不平。什么不平？莫非是梨子？梨子，哈哈哈哈哈！曾令公子出城，梨子在当一品，策略，策略开花没几个，想必是官他对，还他长在乡村。四盘堂，四盘堂，不是梨子，不是梨子，哼，哪里行得？公啊，当开状儿，宽顾民哈。是娘娘，尚有御别王府，没有生子，此堂难移开的。你果有生子养我，奴婢不管，那就即去王府，当开状。是。娘娘不可啊！一条王府从前进，生子不到几不成，才开王府才战水，王法停战不草，真气死我了！公啊，快与哀家即去王府。是娘娘。开河是慢，黄风一开，我当
开你们看。慢！这半头下面苦语敢带，下面好嘞，可得，哼，哪里行得？哇，反可以看看。是娘娘召见。娘娘。娘娘，你在这里呀？奴婢得来复旨，事情可曾办妥？已经办妥，将那礼。礼什么？将娘娘不喜欢吃的梨子倒了啦。倒在哪里？御我自责，当真？当真，与我为证。空儿为证。哀家死于从上，谢娘娘。娘娘，那王凤之事非同小可啊！城里娘娘，岂不可得也就算了，这王峰之事，哀家是为兵民万岁。是娘娘，昨夜夜夜未睡，快请为公安歇吧。报家为公，报家为公。娘娘旨好。随我侧宫去吧。
陈丽，娘娘到哪里去了？禀皇上，今在元宵佳节，娘娘到御花园观花灯去了。想当年，两地同游还家亲，十字坊大宋纪有人传，不料想里地才要进宫梦回，又比他的自要有团团相依，希望他待到松手给去心凄凄，寒杯独叹，梅花天。千万岁，我最后的慈爱看，今不曾常有缘，今在要把你我把出军衔。老爷我朝。玉帝来了，快有请。是有请。秀王，今日元宵可累还家。玉帝平身，快起来！玉帝起。秀王，因何长叹呐？玉帝呀，常言道，人到5年拍儿生，真恰是公家龙子一半生，家邦茶不真隆重，大宋江山花归翠。秀王，你要高从龙体呀！全王兄莫要太悲伤，地狱一分最当今，曾地公三儿郎，陈儿少年曾聪明，一心。你我守着情深，又话情过江南。有心不及西夏曾几年，你做我
皇兄可曾心啊？赵家不若严嵩城，怀尊天下面见臣。来，有请王后娘。玉帝，请。玉帝，这12年来，怎为我从未听你说起有个3殿下呀？这啊，雄王忙于国事，哪里顾得上小弟的家事哦？孩儿啊，快拜见万岁！孩人朝政叩见万岁，望着平生快起来！谢万岁。来，眉清目秀，一表堂堂，3殿下生得真像寡臣呐！像吗？同是先王爷马世算相像，亲生儿子怎为不像？玉帝，朕有心把王者继承过来，好，有空留死他。雄王机转主意，去给当局连断。对，王者请封，万岁！朕封你为宋教太子。多谢父王万岁，万岁！快起来呀！你来得正好，今有玉帝的3殿下赠你封为宋教太子了。万岁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怎么？你要体谅朕的苦衷啊！皇上，大宋不能无儿，望以国事为重。是啊，事关宋10几年，你就省下子吧。王儿，快去拜见母儿千岁。孩人拜见母儿千岁。平身。金太子时曾相守为我，可笑他机关算尽太聪明。两儿垂肩，怎奈一副帝王之相也。我儿过奖了，皇儿，哀家一见到你，却从心底里欢喜。从今日，哀家对你要比亲生儿子还要亲哩。多谢母儿。孩儿啊，母儿一女从前进，恩君是黑生，真胜过你那亲生母亲了啊！臣命命你本领太子策划与攻去吧。遵旨。父王，母儿喊人去了。去吧，去吧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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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。玉帝，你来了此
时候真的病好了一大半了。臣弟赐教。慢，正要你的通饮几杯，畅谈一番。来，姑父上来。领旨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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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乘风得意，恩千重，梅花吐水一点红，千江之滨皆送后，册封朝阳长征故。娘娘，你又在伤心落泪了。12年了，今天又是元宵节了。一杯清茶卷到元宵来聚，请喝吧。一杯苦水太琼浆，半生永从梦一场，人共生生愿成成。元宵
年前今生是愚昧盘踞八月上，杀死佛通要分言，不为王后为家邦，深夜折腾无身份那因愚昧才身旁，临盆一盆婴儿哭，为什么这母才要爱皇上与梦与美来报罪，才念一丝诉去不明不怕梦远去呀，无色里去塞迷无间，阳光的孩啦，你要保重公气呀！娘娘可知我今子哀怨谁他心无事，苦来难舍，为何从人那呀病总有事，冤屈必生儿的见，当娘娘熬在岭上为臣我的好妹妹，娘娘，进去歇歇吧。好在我在公路远见远旁，到处是花灯漂亮金玉
神女，你是谁？怎会到此？我却是白燕王的三殿下，是今日册封为宋举太子啊！娘娘，这位就是万岁心动的太子。大宋洪峰，江山不给去。娘娘，你看小殿下的面貌长得真像娘娘啊，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似的。哦，是吗？他们万岁知道这便是何事好啊！我到外面去了望一些。奴婢陈琳叩见娘娘千岁。陈琳平身。殿下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奴婢在那边等你，快随我回宫去吧。陈公公，这位娘娘我可拜的。拜的，这是因为她演她的娘娘，你要称她为母儿，多多拜场祭拜啊！还是查称拜见母儿娘娘。谁拜？多拜祭拜。愿母儿千岁，小殿下，去。陈公公，这位好娘娘为何在人工受苦？小孩子家却不要多问了。那我问娘娘去。娘娘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受苦？实来话长。12年前的今天，哀家也曾参下一次。哦，此次是来和我同年啊？兄王时今在哪里？陈公公，你可知道我兄王的下落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娘娘，兄王到底在哪里？殿下哪里知道？哀家临产之时，曾听婴儿啼哭，不知谁人追本，使我产下寡胎。万岁龙心大怒，把我当成人骨。王家竟有此不平之事，究竟是谁皇罪皇上？嘿，娘娘，谁苦？文见上身，只能自晓。陈公公，你可知道吗？好叫臣生恨呐！我和娘娘去
去吧。好，娘娘，去吧，去吧。娘娘，娘娘，劝娘娘莫悲伤，保重红衣放心。常言道，其人自有天相负，娘娘你自有人愿美谁？是啊，娘娘一定会有出头之日的。啊，娘娘，请看那窗外有只李子树，原本生长才若成10年来遭受理。好心臣强举到此空城根，莫看可花无果，难云生气若倾城。待等那春花秋实丰收人生已满意自秋实李子英，莫非他比我亲生儿子？今是母10年来朝思暮想的魂，说情。去吧，娘娘。正宫没有身上的资源，你是不能跑到这里的，快请为宫去吧。我要睡在这里，拜托娘娘啊！不啊，来谁正宫里为公月小呢？去吧，殿下，你快回去吧，回去吧。
恰进冷宫中，他只怕开子本是要飞后，那头成语当年康子没一中，因此要查根究底，此万金千万户少人把妙计用。奴婢开子可以见娘娘千岁。平身，K 姑娘，12年来哀家对你是何？娘娘对奴婢恩宠四散。好，既是恩宠四散，那就该知恩报恩，把当年九曲桥畔之事重拾将来，是有你的好处。是。娘娘曾当年是用将射进来兵子，想当年我奉命来调报，礼貌问出小太子，将婴儿抛入雨河内，九曲桥下遭淹死。从此我虽看是平12年的水波澜无生子。果真是此，全是真情实话。哼，你看。我气哭了，李娘娘！聪明莫被聪明误，我看你还是从实讲了吧。娘娘，开子有何问特策，还是些什么样啊？我来问你，当年你和陈琳是怎样串通一起蒙天哀家的？哎呀，娘娘，此话是从何说起？不通引发两力不早。雷神，国王将先生绑下了。是，来走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早说不早，娘娘，奴婢冤枉了。不下去，狠狠地打。是，娘娘。国王，娘娘，怎么不当呢？娘娘，当时先生脱了亏公，只怕难以再更，倒不是把陈琳选进宫内，与他当面对责。好主意，宣城李宇。是。娘娘有旨，陈琳进宫。陈琳进宫，陈琳进宫。
娘千岁，平身。谢娘娘。娘娘，深夜宣奴偏进宫，不知为了何事？陈公公，哀家有话问你。娘娘，请讲。3年前，哀家命寇子办一件大事，他竟没有办好。听说这件大事，你也知道。什么大事啊？奴婢想不起来了。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孽障是举实在妨外了。可是寇子他已讲过了。他讲什么？你不要装糊涂了。你什么讲？休怪哀家翻脸无情。娘娘有你死，你就我不成。国王，你管把我怎样？咱家有先帝明示进堂。娘娘，夜深要用奴婢为公，慢慢想来，谁能想起积累必告死将慢想不起来也就算了，何必牵扯要走呢？不知婉语何事？你说寇子完了哀家的大事，给不给当？给他好，把寇子带上来。是。国王，万不与我再打。是。王儿一子，你管为抗。到，娘娘，到。
问他当年和谁串通，和中长谷何分？可是你当年和谁串通，和中长谷何分？此话从无实据，难道你曾看见？我何曾看见？娘娘，你可曾看见？哀家当初看见，谁看他早死不早？娘娘既已看见，何必还要问我？好一张利在！丞令，你与我重重的当，狠狠的当，当得他早晨放血！娘娘，丞令，你不管从当，看来你们定是串通的了。无声的哼！丞令，你只管从当好了。这是要丧命的呀！冤有对，债有子，可是就不怪你，你当吧。这是你，丞令，你万不与我重重的到这里！你打死我吧！你惩戒我吧！也罢。啊
李娘娘，
不尽力必死过。娘娘，去空谷拒战。是。听见了吗？李娘娘没于死，太子也没于死，不曾的也没于死啊！
这次千载瓦当，今日作废非寻常。谁应好比鸿门宴，用兵8万，雄中藏。国王累了，有请，有请瓜公公。内宫中见国王，拜见白燕王千岁。公公免礼。咱家奉万岁之命，他来送上寿礼，请千岁收下。本王拜谢王恩。千岁，奴婢告辞。嘿，公公，公公难得到此，怎能不应受拒，就匆匆而返呢？王命财生，是不否奉陪？慢！待本王当开张额，你我同用水道，共享王恩，贼罪不知啊！这怎么死的呢？公公，难道你一点面子也不给本王吗？哦，是此公卿不是聪明。怎么不是半道，恰是杀雷？阎王千岁，这王峰辈还有御笔弟子。哦，御笔弟子，请公公顾好弃官。此次你我一同观看。当年这岁送李子，今为母王先杀雷，不必轻摇轻手用，口口烈烈先不雷。二王御笔清风。啊，公公，你可觉得其中之爱意吗？这有什么好解的？告辞。慢，你不觉得，本王觉得。16，这16非也。皇上帝是送不上门，分明是命本王四面插挡，一个不累。你一派胡言！国外只怕你累得去不得了。雷臣，是你屈节圣旨，40公堂，加害我钦差他城，再当后才。本王蒙师哪知本贼，名正言顺，天理造船。大家乃3公中间4太他城，你管把我怎么样？国王，你晚上做完言没万岁，却中央贼逃去，万不中这招来。你虚口碰成，大家互才自由。
他狗来了，请将国外放下了。我太救命！我太救命啊！国太轻松。你尽管私设公堂，坑压大臣，该当何罪？本王奉旨拿着文罪，名正言顺，何罪之有？生之何罪？请看。当年作手送李子，今为吴王先杀刘。陈琳，娘娘，我来问你，当年先王命你为白燕王作手，送的不都是蟠桃手里吗？可这里是送的却是李子，岂不荒唐？这也难生。今夜送的不是杀驴吗？陈明，难道你当年真的送过李子？的确此事实来话长，娘娘。小小李子心空了，万物之中尽在旁。李子长在有人子，多少年才长成我娘。要靠他生生不息原野，要靠他传宗接代根基啊！为了将世上有个好心人，恰把古筝当夜唱，今把李子来到庙，又把牛城子放不上，自古生气女不切，可笑他机关生气王头郎。幸亏是我，娘娘，你害怕了？我说陈丽，你休想妖言惑众，荒骗哀家。洒家不管。我来问你，你说的什么牛城市，是今世上还有吗？你说呀，你讲啊啊！娘娘，切莫笑得太早，请快。王灵堂，真是王灵堂。请问圣上一事何来此问？生死法律，也未可知。可是臣王我操！臣王我操！臣在哪里？哼！臣是我见鬼！来，有请当今国太李娘娘。一生情等了17年，苦难长。刘太后，因妹妹17年不见，你还甚是为急吗？啊！不是你还不是少不是17年我咋的李娘娘？
为帮扶法上立即在手。700万岁，有罪原谅父亲一命身亡。700万岁，怪斩谁是忠好？莫非今当一次他去一报？孩子，你听见了吗？你的兄妹越怕了，我们的仇报了。孩子，好功臣。好功臣，那就来。孩子。
相